台南市宜中湿地重划工程总面积8.91公顷，这里面呢，重划完成之后有5公顷多的住宅区，另外有3公顷的公共设施用地。那这里面我们会设置2座大型的滞洪池，总共9000多方的一个蓄水量，那可以改善这个地方淹水的问题。另外呢，还有公园儿童用地跟绿地哦，可以提供居民休憩散步的一个场所。另外，我们也开辟道路，还有广场跟停车场，可以让来这边散步的民众以及来到果菜市场购物的民众呢，都有一个停车的空间。那透过宜中湿地重划的工程，把公共设施建设到位，把住宅区开发出来，那让安南区呢加速发展，也跟在地的果菜市场可以共荣共发展。果菜场啊，甲黄文市场遐重围了，对整个安南区的交通啊建设啊非常的好啊。有重围就是安尼路会感觉较整齐啊。对地方的帮助就足大，很大，啊嘛，感谢咱的政府，咱的政府当来遮甲阮做这规划时啊，阮遮地区会当更较发展安尼。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我们公办的市地重划展现了很高的效率了哈。你可以看我们这个重划开始动工到完工，表定720天，不到2年，2年是730天了。但是我们还希望更早，不能超过700天是最好。好，那也希望说我们工程能如期如职的进行，也能够让我们安南地区快速发展哈，可以说现在是全台南市第2大行政区的安南区，能够有更好的生活品质、更多的公共建设，以及更这个舒畅的环境哈。你好，是各位欢迎收看11月30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健康是大家拢关心的议题，除了爱注重食食，运动嘛相当要紧。所以台南市卫生局向中央申请运动科技应用加产业发展的计划，希望建立专属于台南的科技运动模式。上午伫东区知名的健身中心举办启动记者会，做伙来了解。启动仪式在台南掌声鼓励。市府卫生局积极向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申请运动科技应用甲产业发展，推动国民健康中药应用计划通过。透过导入科技运动器材，建立起属于台南的科技运动模式。伫启动记者会上，台南市长黄伟哲也特别亲自体验科技运动的锻炼。他在进入系统之后呢，他第一次的时候，3、2、1，好，开始。然后针对这个目标数据，训练都需要新的科技。那同时，除了竞技型的之外，我们健康型的这个运动科技也需要。所以今天会从这个开箱中间可以看到有一些能够帮助一些市民朋友们在运动方面，能够让身体更健康。其实我说真的，这个2个方向都是同时并进的。竞技型的能够为台南市争光，我们要做；但是健康型的、全民体育的这部分我们要做。所以借着科技，我相信呢可以让大家知道，譬如说有些人年纪大了，这个肌肉会流失，那我们就知道透过怎么样的运动可以让他不会保持会保持更多的这个肌肉，那能够让他过得更健康。这套科技运动模式系统会让身体民众做初步体能判读，并依照个人的状态建议适合训练，同时更会当追踪健身效果。每次呢，学员进来的时候，我们就是会针对呢他的话，第一次的话进行身体的健康评估跟检测。那借由那一种就是检测仪的部分，它会把数据呢传输到我们所有的那个智能器材上面。那每个学员进场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针对他的之前的那个健康评估的数据呢，然后呢去设定一个目标。那他刚开始的时候，他锻炼的时候，第一次他都会有所谓的数据呢，他会传导到机械上面。
那随着周期的训练的时候呢，它器材也会去改变它训练的次数。全民运动健身风气愈来愈兴盛。近年来，卫生局积极推广全民运动不遗余力，嘛结合学校、公司、关怀据点、社区发展中心等单位，共同推广运动。随着数位科技发展，借由运动相关科技技术识别协助，互运动期间的目标、数据甲成果都会当一清二楚，嘛会当提升民众对着运动的自主性甲运动效能。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客家伫11月10號透早兩個所在被歹徒連續開88槍議案，對選前市長候選人謝龍介到選後議長郭信良攏開記者會，希望警方趕緊破案。不過到今也是無消無息。對此議會國民黨團嘛召開記者會，一方面要求查明真相，另外嘛質疑是甲太陽光電的利益，甚至是未來議長選舉相關。11月10號客家槍擊案被開88槍，到底真相如何？台南市議會國民黨團上午召開記者會，認為專案不只是單純的治安事件，更加質疑甲民進黨的烏金政治、太陽光電有關係，希望警方會用趕緊破案，予市民一個真相。大家團體攏要想要甲太陽能面板業者恐嚇殺錢。不管公他各方面的利用，我感觉咱检察官，你们真的成立专案小组，地检署成立各全国成立专案小组，到今还没有办法破案。我个人感觉是咧暗号啦。咱中央交地检拢知影开枪会杀，唔去抓，因为惊影响到市长选举。我感觉我们司法警察、检察官，我认为这个时候，我们科者警方。专责机构地检署，我认为你们要负一些责任嘛。我伫遮，要更加强调，要有作为啦，要有作为啦。你听有无？袂使吼，逐项拢无爱啦，拢讲唔免啦。连迄个开88枪，要甲伊叫来做笔录20几日啦，无才调叫来做笔录。那今仔日若是我，若无做笔录。团队就搞啊！为什么台湾是一个88枪的枪击案，到现在那个凶手大家也大概都知道是谁了？为什么我们不敢去抓他？不敢抓他的原因是什么？是他爆出更多的一个真相出来吗？还是怎么样？我们都不懂。有嫌犯，有嫌疑犯，有嫌犯了，但是我们警察局却不敢去动手去抓，到底是什么原因？这个我们觉得很奇怪。在记者会中，议员蔡玉辉更加宣布一份无自杀的声明，甚至嘛有议员质疑，甚至甲未来议长的选举嘛有关系，呼吁牵涉此案的人应该退出议长的选举。未来非常重要的议长选举、副议长选举，如果说也是牵扯在这个88枪的里面，我呼吁有涉案的所有的同仁，请你退出这个议长的选举。退出这个议长的选举，我们要还给台南市议会一个很干净的选举。呼吁我们所有想要参选的同仁们，如果这88枪跟你未来的议长选举也有一些牵扯的话，请你立刻退出这样的议长选举。我想大选之后，大家沸沸扬扬，大家非常的高兴大家的当选。那如果是88枪幕后，还有所谓的议长选举的黑手的话，我想请你们就此罢手。虽然该案对选举前的谢龙介到选举过后，议长郭信良拢召开过记者会，希望警方会用限期破案。不过碍于侦查无公开，警方嘛未用对外来说明。对此，议会国民党团嘛希望警方会用赶紧破案，希望市民一个交代甲真相。台南市民要真相，台南市民要真相，台南市民要真相。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
今年台南乌麻柜产业文化活动12月3號將伫安定公所西邊的停車場盛大展開。今年活動除了有市集、有社區特色的美食等單位，也特別推出小朋友的烏麻造型秀，相信到時將吸引不少眼光。伫公司裡幼兒園的老師甲家長為小朋友的精心打扮，總共10多位小朋友穿着胡麻裝。有胡麻面、胡麻冰淇淋，甚至胡麻薑母鴨等造型來作秀，吸引不少大小朋友的眼光。這是2022台南胡麻節產業文化活動，為了宣傳12月3號佇安定區來盛大舉辦。安定區公所甲農會上午嘛特別召開活動記者會，當天除了有各式的農夫市集的展售，另外今年還佫推出知心傳情加胡麻造型秀。歡迎民眾踴躍參加。今年除了小城，阮安定農會有贊助麻菜，贊助這個2500份的麻油雞，還佫有一寡 DIY 的體驗，這等等以外，還佫有安排一連串的舞台上的活動節目，還佫有一個知心傳情，你若袂當講出來的，你會當用寫的，來甲傳情，這個部分。還有其他機關攏會來推動因的相關的這個活動，大家攏會當做為一工嘉年華的體驗。從去年開始，咱每一個參咱農會客族的烏麻咱都有送去做這個質樸的檢驗，會使講對這個品管非常的嚴格，非常嚴格。這個品檢的費用呢，攏由咱政府來給咱走3工。咱希望講，咱會當收一個足優質的這個烏麻的原料產品，咱會當來做這個加工，包括麻油、包括清油、包括麻糖、包括其他的這個麻製品所以咱消費者食的這個製品呢，一定攏會當安心。主辦單位表示，目前的季節哪來哪涼冷，烏麻油更加是寒天進補的第一選擇。伫個全台烏麻的產量，台南大約佔了7-8成。為了行銷台南烏麻的農特產，對產園到產島零距離的呈現，活動當天嘛將提供2500份的麻油雞飯，歡迎民眾到時做伙來參加安定好福、香皂幸福的活動。台南新聞林根採訪報道。先聽完一個，馬上回來新聞現場。疫情期間，為了消毒，許多人洗手洗到脫皮發癢。靜心生技因此投入進口精油皂的販售，希望透過進口精油皂機，讓民眾洗手抗菌，同時還能滋潤保濕。而與中油多角化商品在來蘇咖啡販售精油手工皂也有半年多，受到社區民眾喜愛。但面對突如其來的疫情高峰，原本買咖啡送的是臉部美容保養，顧慮有人對在公共場合脫口罩進行臉部保養可能會有確診風險，在疫情稍緩的暑假期間，改推買咖啡送親子手工皂課程，一方面提升加油站的咖啡業績，一方面也讓靜心生技的後疫情時代，透過多元創新的精油手工皂課程，結合社區客群做推廣。其實，在疫情之後，其實我們這個美容的行業已經就是因為戴了口罩就沒有辦法做臉。那其實我們在這段時間的經營的時候呢，也非常的辛苦。那幾乎想說啊，不然就找一個方法，怎麼來接我們這段時間沒有辦法，就是說脫口罩的一些行動的美容，還是做一些美容護膚的部分哈。那我們為什麼要來轉介在這個精油皂裡面？因為精油皂本身就是在做清潔，我們想它變成說讓推廣這個，讓學員他們除了說精油皂學完之後怎麼使用，然後教他們做一些手作，除了這一份的這個一些手作的收入以外，然後我們也讓學員就是延續讓他們經營一些這樣精油皂，怎麼在家裡自己創業做小型的一個創業，或者說他們怎麼在那個團購裡面去做，跟很多團的團組呢一起來合作賣這些精油皂。國師的精油皂是很天然的，洗後很滋潤保濕，是值得推薦的伴手禮盒。那疫情期間呢，我就跟公司批來賣給朋友，增加一點收入。為了讓公司的收入不因疫情中斷，原本主攻行動美容師培訓的靜心生技，不得不停下許多美容師的培訓業務，
转从零售精油皂，再到手工皂教学。除了来素咖啡，静心也与市民学院合作，让参与的学员有机会创造事业第二春。有一天我开电视起来，我看到阮隔壁里活动中心伊咧推广二度就业，二度就业伊内底都有咧讲到行动美容，有咧学精油皂，这是我真兴趣的，所以我就想尽办法去报名。我起头我是送我朋友，感觉我这个物件真好，手工精油皂，所以又叫我回去做来卖，所以我就开始愈有信心，我做来卖朋友，卖朋友佮介绍一寡人。那最近我们课程都是把这些传统的精油皂，把它演成在生活里面。那像有人的蔬菜水果类，然后水果的精油皂，这个都一般我们在传统里面的精油皂是没有人这样子做过。但是如果说做成四方形的精油皂，又没有什么特色。那我们为了让精油皂更活化、更创意，所以我们把精油皂也用在生活上，像我们的一些柿子水果皂，还有一些像我们的丝瓜皂，还有玉米这些做得很像我们生活上的这些模型，然后让客户人很喜欢这种东西。一场疫情让各行各业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静心生技以正向的态度迎战疫情，努力发展不同的经营策略，既不影响原有客群消费市场，也能因应疫情创新多元商品。这场疫情目前逐步趋缓，我们的生活也慢慢恢复过往。想多份收入的你，或许能从手工皂开创出另一个圆梦的好契机。2020年将进入尾声，台南市教育公布对国小、国中到高中不可新潮的热门好册。经过教育分析，国小高年级学生的阅读会偏向较议题、加深度的思考，而国中则较介意青春方面的册籍。先前台南市教育局以创意游戏理念打造的不可新潮阅读平台，在高中小的学生当中已经有成效。教育局嘛公布平台当中的借册排行，借着这些册本，让学生介意阅读。一个就是我们帮孩子选书，那希望可以让孩子可以阅读不偏食，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可以关注新趋势。那另外呢，其实不可新求的这一个它不只是一个检测平台，其实它不是一个考试，它主要是透过挖矿任务，让孩子透过一个一个的问题，然后去进行深度思考。根据分析，国小高年级的学生会偏向议题类型的册本，国中是偏好青春议题的册本。教育局嘛另外公布学生借册能量排行，当中会当发现，不管是倒一种类型的册，学生拢愿意去阅读。一开始就是爸爸妈妈会帮我借书，然后呢，我就会开始做一些笔记，然后做完的话就会开始等到中秋赏月的时候，就是努力的，因为中秋赏月有双倍能量，所以呢，我就会在那天的时候一直做。阅读不可新求里面的书，可以让我提升自己的理解力，然后跟阅读能力，然后在读书方面也不会太困扰。然后不可新求这种非常很好的阅读平台，我非常的喜欢。就是本来看书就是看完就还了，然后因为有不可新求才会就是认真的看书。今年的一个图书馆的借阅统计上，其实台南市的图书馆的借阅率是全国排名第2。那么我们相信在这个过程中，不可新求也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教育局透过不可新求，提高学生的阅读理解能力，而且不可新求的选册精彩佮多元，兼顾经典、知识佮启发，期待学生透过这些册去发现当中的趣味。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
据了解，目前各学校所规划实农教育，拢是带领师生行出教室来实际亲近土地。不过，毕竟特殊教育学生要出外较无方便，所以台南市农会结合台南市青农联谊会7年校园，规划了第1场的实农教育推广，让学生对小学业开始来认识在地农特产品。特殊教育学生因为到户外较麻烦，所以台南市农会结合青农联谊会，而且来到安庆国小，伫老师甲志工妈妈协助，先互因学做台湾特有天然的蚵药，对体验洗蚵药的过程，了解台南的农特产品，并深化食在地、食当季的实农教育。那他进来带给我们，比如说爱玉的课程啊、爆米香的课程啊，还有种草莓的课程啊，都可以让他们感受到实际去体验的这个经验，所以我是觉得非常的不错。安庆国小针对特殊教育学生有专业师资阵容等优势，已经是安南区的特教中心，目前有4班38位学生，为了让因买当实际体验学习。台南市农会今年开始对校园出发，针对个别的需求来调整，嘛希望明年度会当持续规划。从开始做，我们就要从校园出发，从小朋友这边灌输他们农业还有食农教育的知识。因为今天来安庆国小那个特殊教育班的学生到外面去比较不方便，所以我们就直接进入校园。虽然现在正伫农作的旺季，不过为了教育后一代，在台南青农农放下手边的工作，共同投入，用公益关键的心，让学生对细汉了解生产食物健康适应的知识。农产品很好，但是我们希望除了小朋友他在 DIY 学习的过程，那等一下他做完之后他可以食用之外，我们也把我们的产品都带到他们的生活当中，那他们带回去给自己的家长，他们就会知道说，其实台南的商品其实是不错的。台南青农赞不赞？台南新闻军及采访报道。位于开山路的马公庙已经有375档历史，伫今年举办庆生吉安建设大典，同时主普普济殿嘛将1500花灯摆成定海时光隧道，要来见证2个有功的情谊。马公庙主事抚顺将军建庙至今已经有375档。早前庙体因为年久失修，有漏水等问题，经过整修，伫107年完成。马公庙总干事李仲辉表示，原定伫咧2档前举办建造，但一直跋无飞，后来一直到今年才跋有。而顶一颗建造是伫咧民国63年，距离这座建造已经有48档。今年新逢我们375周年，然后有跟我们主公请示说今年要建教，然后时隔了48年，所以这一次的建教，我们去迎请了开基玉皇宫的那个开基的张天师，由我们的主仆普济殿一起陪同我们去请张天师一起回来我们马公庙做建教的科仪。主普普济殿将这2档所留存的1500盏花灯收集，摆成隧道造型，形成定海时光隧道，让参观民众感觉到真新奇，也为第11届府城普济灯会先来做准备。马普盛世，风华再现，因为我们就恢复它以前那个龙井，然后因为我们普济灯会就是长期就是在庙这边，我们担任这个样子的文化的工作。然后这次就是借由这样子的盛会，我们把灯会也把它移到这个主普场来共襄盛举。然后我们去年因为有一些灯笼已经去那个龙井展览，然后剩下这2-3年剩下来的这些灯笼，我们全部再做一次大规模的展出。第二前，庙方也请中府天师以及众星尊顶殿，每天举办寺院大典。比较较特别是主普济殿。特别设置超大型的大树芽，坐定普渡场，10厘米高的高度，也是过去从来唔捌有的规格。整个活动一直到12月3號舉辦普渡，將正日活動最高調。台南新聞趙秀維採訪報道。
感谢收看11月30号的中嘉台南电新闻，我是郭文杰，咱再会。